来看高雄盐埕是有一栋超过50栋的楼仔厝，伊的2楼以上拢敢若剩空壳。最近是去互民众建议讲，在外口壁幼仔会落落来真危险。干部局顶礼拜就有先函文限期改善，今仔日佮甲3大工会技术去到现场会勘。干部局表示讲，虽然这建筑物无积极的危险，毋过限期伫咧30天内就要改善外壁的问题，若无就要甲因罚6万块。高雄盐埕大勇路顶悬这栋5楼悬的楼仔厝已经有超过50年的历史。1楼是在地有名的鸡卵糕店，不过若对2楼甲看起来，规个厝村空壳，西桥的壁面有真侪所在已经被开，更条拢看现现。最近多民众检举，讲有壁幼仔落落来真危险。干部局20去看也确认是事实，先函文限期改善。23下晡会同3大工会技术，针对厝体结构是毋是有危险性来进行会勘。勘查後，现况并无立即倒塌之余，结构尚属完整。那另外有关外墙部分混凝土脱落部分，公务局将于明日函请建筑所有权人限期改善。楼厝的所有权人嘛是鸡卵糕店的头家，伊讲因为惊有壁幼仔落落来牵着人，1楼特别用钢棒做泥钱来防护，原地要做阿鲁米汤，因为想讲鸡2年要全部重建，才一直放咧无叮当。阮家己的厝啊，伊蔡医师嘛是阮的亲戚，阮孙啊。啊，这是还佫差伫咧倒？啊，都时间还未到啊，阮就要讲好势就就要去啊。啊，你有按算当时要去？有啊有啊，当时大概在2、3年吧，两年后吧。根据了解，因为想要做一摆登记，所以厝主进前已经将4颗连灯的厝地拢买起来。目前是因为其中一户基厝的买卖一直讲未成，才会互这栋楼仔厝一直维持这款模样。厝主讲，只要双方讲好，连面就会当启动重建。不过工务局也是要求厝主重建进前要先修补壁面。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。